碎。若有暗线来到甜，等你回心转意。双双对对，你需要望你我亲像花相思，乌定花莲天。跳一步呀，跳一秒呀，写出感情的动词，心酸万破碎。若有暗线来到甜，等你回心转意，等你回心转意，等你回心转意。好，咱继续来读《咱家写日记》吼，老卡新朋友欢迎吼。咱家写日记其实阮已经读差不多甲规年甲有啊吼。即摆已经读到1651年11月14号吼。1651年对8个开始吧，至到11号吼，主要是为着因有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尼派一个特使，过来台湾遮吼，伊毋是干那来台湾吼，伊去敢若是广南越南啦吼，搁台湾，搁一个啥物所在袂记暹罗诶款吼，我记得是即敢若是第2站吼，来台湾遮。来台湾这几个月，伊主要是处理一寡伫台湾发生诶纠纷吼，主要是一寡台湾长官含一寡牧师中间的即个纠纷啦吼，大家过来过去吼。有时你看袂出因到底是咧过啥，你就是互相袂爽就对啦吼。即马即个特使咧处理即寡代志，好，伊其实已经，咱即马读到11月14号啊。伊进前有读着讲，伊本来预定是11月15号要离开台湾吼。咱遮讲的台湾拢是台南遐啦，迄到位啊吼，府城，即马后来叫府城吼。好，咱来看伊即马算留伫遮，应该是最后2工吧吼。我毋知因为无讲起讲伊的延前伊的即个。伊会摆即个时程吼，就是当时要离开吼，无到当无听讲，但是咧，伊即个日子记到11月20号吼，咱看了就知吼。11月14号拜二吼，等下吼，我顶头有即个直播的网链啦吼，你若无你着去 chat room 去点迄个。线顶文本的网链，或者是看我迄个顶头迄个 YouTube link 内对顶头有网链吼。看遮是上好啦，因为有时仔我定定去现利店书店吼，伫当倒去做一来看。11月14号拜二，今仔日是通常的办案日子吼，因一来就定讲每一礼拜2、4、6吼，这3工受理一寡大家互相过来过去的案件啦吼，因为即个特使，敢若讲，你若伊即个西南迄边的人，敢若监察官出巡就对了吼。好 ，OK。今仔日是通常的办案日吼，拜二。尊严的法务议会又搁伫顶面遮咧开会，顶面就是城堡的顶面吼。咱遐城堡其实伊伫即遮的时阵，伊特别有讲伊咱遐城堡主要是主城一个四角形，边仔一个副城，附属的城，但附属的城较低吼，四角形即个城，即个主城较悬吼。即嘛若讲顶面，就是讲即个主城顶面遮吼。尊严的法务议会又搁伫咧顶面遮咧开会吼，会中先办完2件免诉的小案件，就是应该是无要起诉的小案件吼，就来办理2件搁较大的书面的诉讼案件吼，大家互相过来过去案件。有一件是稽查官 Thomas Bruegel 指控上级常务员 John Day Groot 私自无业的案件。另外一件是西那人叫做三官吼，指控牧师 Daniel Glavius 欠孝的即个案件吼。这两个案件拢准备要审理到会当宣判，但是特使阁下含长官阁下对议会讲，
因为这两件大案件也无法度审完吼，无法度甲因的证据甲审完，因为搁再来拜四吼，即个第三国下吼，就要离开遮吼，若天气会冻吼，伊就要离开啊，所以伊国下建议讲，拜四就是搁2天后吼，本来是讲15号，2天后就16号啊吼，所以呢，即个第三国下建议讲，会伫顶头所讲的迄2人吼 ，De Groot 和莫斯 Gravius 吼，伫阮离开了后无偌久，也要跟着吼前往巴达比亚，也倒阮来吼。所以呢，是毋是会当将上述这2个案件吼，好好啊，甲封存起来吼，甲即个物件封起来，炸转去巴达比亚审就对了吼。只要将De Groot 迄个炸转去巴达比亚审，莫斯 Gravius 的案件留踮咧遮，由议会来审理来结案吼。为着要审理即个案件吼，会当选派几啊中立的议员来参加开会吼。对即个决定，议会一致通过吼，并且伫今仔日的决议中决定，议会将会遵照上述的议长阁下就是迄个特赛吼。遵照议长阁下的提议来继续办理。到遮，因为目前无其他的代志要办理，所以大家就拢徛起来。迄时议长阁下因为这是伊最后一摆的开会吼，对大家伫咧审理案件时所表现的忠诚的即个协助，真诚挚，即个字了我袂记安怎读，诚挚是吧？我查一下字典吼。查一下甘字典，心志吼，心志，歹势，心志甲心志吼，拢会使。心志。所以呢，即个特赛阁下呢，对大家伫咧审理案件时阵所表现的忠诚的协助，真诚挚来表示谢意。像昨昏下晡对福罗摩萨议会所讲的安尼。并且来劝勉大家对所有还未结束的案件，就是迄寡还要搁踮咧遮宣判的案件吼，一定要认真来审理，尽量较紧来甲结案。上述的特赛阁下呢，就对关系着公司的顶头讲的即寡案件，以及其他案件，以及迄2个议会，就是佛罗摩萨议会甲法务议会吼，拢安排好。适任的议员了后，伊的任务就全部结束了。今仔日下晡，和长官阁下沟通了后，就派传播员去亲切来邀请上述迄2个议会议员以及重要的部门的主管、牧师、军官、规个船长甲新仔人，明仔载中昼来长官阁下的厝呢，伫遐要含伊。含即个特赛来鉴别主餐，即个鉴别，我希望我无读着，我来查一下鉴。读做鉴的台语嘛共音吼，读做鉴吼鉴。所以我爱读便条吼，伫遮放伫头前爱读便条，鉴别吼。我看一下台语大词典有用到即个词无？有吼，台语大词典就有收减刑甲鉴别吼，即2个词吼，减刑甲鉴别，规则就是相款嘛吼，就是减刑就是鉴别，就是送别吼。鉴别伊讲这是日语来的词吼，鉴别。比如讲鉴别会吼，我来查一下日语安怎读吼，鉴别会。日秀。毋知汉字会使袂？鉴别开汉字所以无共。
简别日文词典吼，日语词典有收即个简别吼，伊读做神别字，神别字应该是神别字吧？我甲读零吼，即个边的即个发音法吼，实际上是安怎读我毋知啦吼。神别字当然嘛有可能吼，第一还是讲神别字吼，第二第边啦吼，边版所以神别字界吼，简别会吼，好咱等来早就去啦，我一时好现了吼。所以是大理大词典吼有收简形、简别吼，例句就是简别会吼，简形的酒宴吼，酒宴就是酒宴吼。好，另外拄则迄个成字即个字，我嘛来查一下大理大词典有收有用的即个词，有用的即个字无啦？拢无成字成字吼，结果无。好，就是明仔载吼，大家要来长官阁下遮，要来退即个特赛来简别自产。根据即个团报员的报告，即寡人拢答应的来出席，大家诚捧场啦吼。虽然讲即几个月来，大家冤来冤去吼，尤其是对即个特色阁下吼，对即个特色冤有袂爽哈。但是呢，认为讲伊处理拢无，拢徛伫对方迄边，拢无咧徛伫伊即边吼。但是大家最后嘛是决定吼，要来甲简别自产吼。好，来11月15，拜三，按照昨昏的邀请，今仔日中昼约1点钟，上述阁下含就是上述的即个特赛阁下啦吼，含朋友啦吼，以及几个因的即个某，来到长官阁下的厝里，伫遐小可停留了后。就全体由伊阁下亲自按照官阶一一招呼。即个伊阁下，这是啥物人？毋知是长官阁下还是特赛阁下吼？看袂清楚来。好，袂要紧，这无重要。就全体由伊阁下亲自按照官阶一一招呼，并且礼貌来让座。所以呢，就用加即个。车酿即个酿，我来查一下酿酒即个酿，我毋知是读做酿还是酿吼，我有听到有人酒酿吼。好，迄华语啦，我不管，咱来看甘字典查吼。甘字典收做用吼，就是激酒的意思吼，激气嘛会使吼，激气吼，酝酿气氛好无？运用。等下我查一个韵理吼，我无介确定吼，是毋是读对？制造就是用吼，和面嘛是用吼，用蜜吼，用蜜，蜜会使用用哦。OK， 我先看一下大理大词典有收即个字无？大理大词典就收一个词叫做，就是用蜜吼。用蜜伊的规则就是讲，这是文言词啦吼，就是芳吼，芳你做蜜就叫做用蜜吼，所以毋是人用，是芳你用吼。好，过来我查一下酝酿这个韵理吼，注音。读做温或者是韵吼，可能是搞破音啦吼。我因为两个音的即个规则完全一模一样吼。温韵就是水边的草的名，水边的草名。深奥妙拢叫做温吼，拢叫做韵吼，拢会使。
运是接住的意思啦，吼，有一点仔无共吼。深奥妙是温吼，其实有啦，接住嘛是读做温吼，或者是亲吼，就是亲切迄个亲。奥妙嘛是会当读温吼，所以这两字应该是就是交破音尔吼，温韵吼，拢会使吼。对只讲用吼，所以都是温不管是读温啊韵啊，你刻伫头前来变调吼。你若读做韵，就爱变做第二声叫韵用吼。若读做温，伊切着爱温的变调方式，读做第七声吼。温读做韵，温读做韵用吼，韵用还是韵用吼，拢会使。但是，但你大字典无修即个词啦吼，酝酿即个应该是无啦吼，无连即字都无吼。好，咱转来第二只吼。由伊阁下亲自按照官阶予以招呼，并且礼貌来让座，然后呢，用加用法国的含内因的葡萄酒，这进口的吼，伫迄当阵吼，伫台湾遮吼，啉会着法国的葡萄酒吼，有好的即个荷兰的秘鲁吼，麦仔酒吼，所以伫因的办即道算诚青草啦吼，有法国含莱茵的即个莱茵是迄个欧洲迄个应该是莱茵河吧，莱茵河的即个葡萄酒，也有真好的即个荷兰的秘鲁吼，以及优雅美妙的音乐，哇！这啥物意思？这就是现场有演奏嘛，迄当阵无咧放迄个卡拉 OK， 无咧放，无即个收音机，无音响嘛，吼，就是现场有人奏甲吼，有真好的即个家酿的葡萄酒，有真好的秘鲁吼，有优雅美妙的音乐，真舒适来款台音，即个宴会。正当来欢乐度过，唔知为什么伊讲正当吼？这个宴会正当的欢乐度过，伊真正是正当吼。咱来看，无论是对倒一方面的人，拢无听到提起老问题，或者是老无欢喜的代志吼，就是大家拢无遮白目啦吼。伫即个最后即个简别会吼。就无讲起即寡大家无欢喜的迄个冤家的代志吼。同时，用芳醇较为好，甲所有所释放的即个广南人，广南咱之前无查过吼，因广南也拢无注脚，但是我一直想讲，即个广南应该是即嘛越南的某一个所在啦吼。我即嘛查一下好啦，广南。广南是越南即嘛有一个省叫做广南省吼，广南省就是即个岘港是读做岘嘛，广南吼，越南文读做广南吼，岘港遮啦吼，惠安岘港吼，你若知影即个是读做岘哟。我查者，一字拢袂晓，你看，遮含慢。因为我是先用华语查吼，因为我无确定即字到底安怎拍，我都袂晓拍咧。真正是岘港吼。好来，我查一下简字典，看咱大概安怎读吼。读做hen，我记得较早咱捌查过啦吼，已经袂记啊吼hen。所以广南就是即嘛越南岘港迄到位啊，迄个省吼叫广南省。好，咱来转来第二只讲
共即个时阵用芳船卡位去好，甲所有释放的广南人，总共有31个查甫甲3个查某人，合计是35个人吼。含因家己的即个真简陋，即个陋，等下查者吼，就是真简单、真凊彩的一寡物件啦吼，随身的物件，甲因载出去港外吼，带去快艇 House 号顶头吼。House 号就是国下要坐转去印尼的吼，要坐去广南吼，伊后一站是广南吼，伊特赛出来出巡第2站台湾，第3站广南吼，所以甲一寡人带去咧快艇顶头，以便解冻上述的特赛国下会当出航前往广南。一到广南，就要按照有关处事的决议，要甲因送上即个函吼，就是要互因起山，互因去放因自由吼。起山就是登陆的登岸吼，要放因自由吼。为啥要放因自由？咱较早有读过吼，就是讲荷兰人认为讲应该足紧就会含即个广南的国王吼，广南因家己有国王吼，因为即个广南的国王已经有放出风声，讲要含荷兰人和好要做生意啦吼，所以荷兰人诚巧吼，伊即嘛随着甲即寡毋知安怎掠来的即寡广南人吼，要甲因吼。即寡算认真吼，要直接要再转去广南要行因啦。意思讲，我先甲你示好啦吼，甲你示好吼，这是华语讲法吼。先互你了解讲啊，我对你有即个吼，先做一寡功德互你啦吼。好 ，OK， 好，我拄则要查啥？简陋即个陋字吼，我看台语要安怎查，要安怎读？读做路吼，路就是画水的所在，就是路。揭示吼，揭示咱的词，即词咱等下查者吼。粗俗嘛是路吼。简陋，所以简陋嘛有粗俗的意思嘛吼，就是因凊彩一寡粗俗物啊吼。啊，有拄则讲画水吼，就是所在画水吼。所以你厝大诶简陋，你厝大画水吼。其实即个路字绝对是文言词用到的字啦吼。平常时咱白话袂去用到即字啦，学晓读音就好啦吼。学晓读音就是。要互迄寡华语人来甲你，要甲你扇喙皮的时阵，你直接读甲听吼。啊，但是无意义啦吼，我一直反对文言文教育，就是安尼，即完全无意义。你学即个根本就无效吼。平常白话讲袂着吼，话说讲话说吼，揭示讲揭示，粗俗讲粗俗吼，你袂去用到即字嘛吼。拉山嘛是会当，路嘛是拉山的意思吼，温饱的意思吼。还有一个词叫做疲劳吼，疲劳啦吼。好，先查一下即个劳字伫个大理大词典有用着。我为虾米会甘字典去查音？大理大词典去查词呢？大理大词典伊实际上去收讲，实际上你伫个台语内底有用着的词吼，伫个口语中有讲到即个有讲到即个词无安尼吼，伊袂，但你大词典袂去收文言音啦吼，伊袂去收文言文内底收一寡文言文的词来互你，根本就无用着吼，伊毋是安尼吼，伊袂安尼收，所以我会去即字我就去查看觅下讲，伫个日常生活中敢有白话有去用到即字，我即马查是无吼，你当然会当读甘露，或者是拄则迄个疲劳吼。疲劳吼，我来查一下看有收疲劳无 ？PHI 第二声 ，PHI 第二声，LOU 第七声，无吼。我先查即个路字第七声，路第七声呢，
有几啊字吼，有一两三，敢若6个，看一两三四五六吼，伫台语大词典收6个吼，上接应的字就是道路迄个路嘛吼，八个意思我都无爱读啊吼，露水显露吼，第三个即个讲是叫袂声的鱼尾吼，但是伊无例句，我毋知安怎用吼。另外是路，就是沿路吼。养盐的汁吼，生盐叫做路吼，所以呢，盐路、盐路、鱼路、肉路，咱较惯是讲卤肉啦，伊讲肉路吼，路石鱼吼，173253173，你若囥头前啊，读做路石鱼、路虾吼。即种用盐去生的意思吼，过来是无稳定路，譬如讲你喙齿你路，就是囡仔头7、8岁、8、9岁以后，喙齿就开始落吼，喙齿会路，迄个牙齿摇动，就是叫做路吼。譬如讲你倒啊无在会路吼。条啊无在，会当下晃啊晃，会摇动，迄个叫做路。大家爱用即个路字，知无？吼，倒啊，那么摇晃，你爱讲路吼，倒啊你路吼，啊是车你路嘛是会使吼，喙齿你路吼，迄是无稳定，迄是路吼。另外，伊会当做甲齿啊、顶啊等等轻左右摇动，轻甲路吼。露齿啊，露喙齿，喙齿本身会露，但是你嘛会使甲露喙齿，用手去甲用手指去甲露吼，故意去摇它啦吼。啊，齿啊是啥？齿啊就是齿啊华语我袂晓讲咧。一根木棍吼，啊顶个涂骹做记号即种的，或者是会当用来绑钉啊，毋是绑钉啊。白锁啊吼，比如讲银钉吼，迄个漆啊，银钉就是漆啊吼。露营帐篷 camping 的迄个钉啊，迄个会当叫做漆啊吼。路漆啊，当然就是甲路的路要甲背起来吼。啊，另外一个例词像喙齿路互伊路吼，一个路。好，所以即个路。特别我伫遮用足侪时间，因为即个动词足好用，但是即马用华语无对应的，所以少年囡仔袂晓的吼，啊捡起来啦吼，拜托的，啊莫为什么我甲各位拜托？因为我听迄寡少年囡仔吼，因所写的台语歌，其实我听心内足艰苦的。我有够艰苦，即寡人为什么直接华语摕来用安尼吼？尤其是音，有时连音都做者摕来用，我听有够艰苦吼。我的艰苦，毋是你台语无好的艰苦，是我的艰苦是讲你的来源是华语，你毋是对读台语字来学台语吼，所以我心内诚艰苦，就是讲你完全无迄个机会受到台语文的教育吼，你也毋知影要去对受即种教育啦吼，啊无人开即种班，无人开，除了当然有啦，有人开即种班啦，你也无去上啦吼。好啦。艰苦到遮吼，我真正听我是听啦吼，新一代少年人所唱的台语歌，我也是听啊，但是路拜托的吼，倒啊会摇会路吼，即个动词爱会晓用安尼吼，我意思就是安尼。好，最后一个路字是敢若是读做回啦吼，回路迄个路吼，用路。下路、西路，即就是拢是汇路的意思吼。用路、下路、西路，好，即遮有我愈读愈远去，歹势吼，因为我要读一个另外查一个词，就是拄则迄个赶路吼、疲劳，伊有一个白话词叫做瞌死吼，咱来查一下瞌死。另外，即我嘛想要即个路哩，用路、下路，好，瞌死等下查吼，咱先看一下。用路、下路、西路，吼。看台语大字典有收无？吼，我看卖，
好，安尼我用安尼来扎。哦，安尼扎袂使，用我卡太脆哈。用路我先扎者吼，因为这是拄则迄个路字伊的回路的路字，伊用的即个例词啦吼，叫做用路。用路就是使用红包，用红包贿赂来办代志吼。即个贿赂我小早者我惊我读毋对伊。贿赂的贿字，汉字，歹势我著真正读毋对伊吼。读做贿吼，或者是贿，还是油第七声吼，油还是贿吼。我读贿好啦吼，因为可能应该是读册音是贿吼。所以伫遮变调变成回路吼，用红包回路来办代志。即个回路当然是我直接用文言读法吼，回路来办代志吼，就叫做用路吼。好，所以白话词吼读用路，或者是拄了用路，搁有啥物？哎呀，搁有下路，我拄则会记得有下路，等下吼。我会当用 wild 卡汉字啦吼，安尼特别直早吼。来，用路、下路、回路，大理大词典有收会对即几个词吼，我先念者：用路、下路、回路、路、补路、驶路，总共6个词吼。即6个词呢，用路、下路、回路、补路、驶路，拢总的意思拢是贿赂吼，全部拢是包括即个路字本字吼，拢是贿赂。所以贿赂伫台语的讲法6、7种吼，毋是干那贿赂尔吼，1、2、3、4、5、6、7吼，各位学起来吼，用路、下路、回路、补路，补就是布施迄个布吼，补路。驶路就是使用迄个驶字吼，驶路使用贿赂嘛吼，驶路、补路、下路、用路吼 ，OK， 补路伊个有乌西，伊的鬼说用乌西啦吼，乌西就是咱可能足侪人捌听过吼，乌西就是贿赂吼 ，OK， 好。拄则讲要查一个词叫做揭示吼，就是简陋即个路字吼。等下吼，我先煞查一个即个路字，用汉字。wild 卡伫大理大词典用 wild 卡，搁一个路字。伊敢若有收一个词叫做粗路吼，粗搁简单吼。拄则讲路简单的意思，粗俗的意思吼，粗路好。你会使用粗路啦吼，过来是揭示吼，揭 KHIAP 4SI 第三式，我用着伫句的输入法啦。KHIAP 揭 4SI 第三声 KHIAP。揭示吼，读做揭示。揭示呢，大理大词典解说是叫做面歹，或者是面歹看吼。我毋知影即只面歹是ugly呢，还是讲面歹看是讲面色歹看。当你烦恼，当你生气啊啥吼，揭示。咱看我看遮原册扫描吼，看日语的解说。揭示伊写讲。伊真正写种卡乌亚迷你鬼，迷你鬼日语汉字是就是歹迄个臭，迄个臭吼，就是面足歹，安尼可能就是ugly的意思啦吼。另外是福气料吧，福气料对，不气凉吼，
不气流牛啦吼，不气牛吼。这我得用词典，用日文词典我查者吼。不气流，不气流。流哎，我是咧变啥人？我日本输入真歹吼，我用注音好了。OK， 不气流是 ugly 的意思吼。哦，不好意思吼，我日语无遮好。ugly 就是 ugly of person 就是不气流 ，plain unattractive homely 吼。OK， 所以确定啦吼。恰死，面歹看吼，面足歹吼，就是恰死。另外一个叫做米古鲁西，哦，我查下米古鲁西，健康。汉字写健康啦，吼，米古鲁西，好，米古鲁西就是 unsightly, ugly, unseemly, indecent, deplorable, disgraceful, shameful 吼，应该是就是 ugly 尔啦吼，米古鲁西就是我意思讲咱恰死着伫遮应该是 ugly 尔吼。米古鲁西吼，不气流，好，恰死吼。所以即个拄则迄个简陋迄个路字吼，就是有面歹看的意思，就是歹的意思啦，歹啦，直接一字啦，叫做歹吼。简陋就是简歹吼，粗俗啦吼。好，日志11个15读煞，拄则延伸读遮侪字吼，歹势吼。我个人的兴趣啦吼。想要理解，好，咱继续读落吼。11个16，拜四哦，好，拜四今仔日场馆，毋是特赛国校要离开啊吼。咱继续看，今仔日上午约着9点钟，9点的时阵吼，天气真歹，又搁落雨，人特赛要离开啊，那天气遮歹吼，搁落雨吼。天地动悲吼，特赛国校开动伊的水源落去吼，要去含长官，即只落去应该是落去城副城遐吼，要去含长官国校以及几个住伫即个社堡里的朋友来做最后的识别吼。伫迄个广场看见一大堆武装士兵徛伫遐，就对因中间行去上述的长官国校的。伊会徛一直大所在，来到顶面了后，看见搁一摆厝好倒啊吼，倒啊已经厝好势啊吼，并且摆设真澎湃的早顿吼，真澎湃的早顿，哇传好要来送早顿要来甲送吼，用早顿要来甲送，所以即个。长官国校吼，进前我讲我对印象诚歹，但是人即个礼数原来是有做了有够野吼。好，伫个有够讲即个因煞食来进前，我想到一项，我前几工都看到一个人写讲，台语讲即个宴席澎湃吼，是就是我煞袂记，伊讲汉字安怎写？澎湃。我想看嘛，我要哪查哈？我真正毋知汉字要哪写。台语大字典汉字吼，有时啊较奇怪，然后我查看觅啊，看有无吼。PHONG，PHAI 第三，无切到输入法。PHONG，PHAI 第三声。好，澎湃吼，
第二段时间汉字写做丰厚，好，这无重要吼。迄个人伊是安尼摇吼，我嘛认同，我认为伊的讲法，其实我是认同，我认为有理啦吼。伊讲，即个澎湃是大概讲澎湃嘛吼，是毋是后来伫咧北方吼，伫咧北方因毋知影迄个汉字，即汉字本字就是读做澎湃。当然我袂记迄个，我记得第一字敢若就是风啦吼，第二字是啥物我袂记啊吼。好，伊讲是毋是这两字汉字伊的读音伫咧北方语内底已经失传去，因无法度读，所以因最后只好搁创两个即个叫做形声字吼，形声字啦吼。用迄个你即嘛伫咧华语内底读的迄澎湃，有诶是用敢若是片仔片啊用伊个边仔是三点水，毋是三点水，是安怎澎湃吼？迄三点水迄个澎湃就对啦吼，形声字吼。伊认为讲，是毋是因为北方语伫咧即个两字汉字的即个本音已经失落去，煞变成因就只好用这两个形声字写做澎湃安尼吼。我认为有可能吼。当然原本伊写的汉字我已经袂记啊，迄无重要啦吼。我哋就是含各位分享一下吼。好，既然查澎湃吼，咱来看下澎湃。伫大理大书典的规则就是按下真丰盛吼，伊汉字就用丰盛。我认为丰盛就是可能就是澎湃啦吼，就是即简单，即去看一下康熙字典就知啊吼，就看因本古早字是毋是有即个音啦吼。你若袂晓查康熙字典，你直接查简字典就好啊吼。简字典用字所有用字差不多是拢对康熙字典来收来吼。丰盛的丰，伊敢若有一字就是丰，丰盛的丰吼，无풍的音啦吼。稍等下吼，我来查一下，敢若是叫做汉典吼。这是西南海边因家己因做的迄个书典网站啦吼，叫做汉典吼。我来汉典查一个啊，澎湃这个词。我先查丰盛这个丰字吼，丰盛的丰字。这嘛是安怎？这个。七，好，伫汉典内底吼，丰盛的丰字，我主要是要查伊有收音，我要看的是康熙字典的音。好，康熙字典，古文唐韵朴用切，吼。所以呢，你若会晓切音的人，你一看就知影朴用切。朴用切啥呢？就读做翁应该朴翁切啦吼，读做풍吼。所以即个丰字丰盛的丰，伫古语内底唐韵然后唐韵吼，唐韵有收伊切音的音，就读做풍吼。所以第一字对啊吼，迄个人所摇的对，伊讲即个丰是毋是古早音，就读做풍。是吼，大概就读풍吼，但是甲简字典无收啦吼，풍。第二个是派字吼，但是我袂记迄个是毋是算啊，我煞袂记伊迄个汉字是用啥物，我查一下算字吼。有兴趣的再看我即马 YouTube 的这吼顶头 link 吼，算吼，
等下吼，先互各位看，你若有兴趣看吼，风力吼，伫咧空气里顶伊飘音吼，飘音的时阵用测温吼，测音啦吼，恁若袂晓的，就是简单讲，就是这些收迄个子音，这些收母音吼，子音母音两个倒换来，坡用切碰吼，应该是毋是用啦吼，应该读做翁啦吼，容啦吼，坡容切吼，就是读做坡容切吼，读做翁吼，子音是坡嘛吼，夫嘛吼啊。当然，你嘛会使读做夫啦吼。其实讲实在，这爱搁去查讲即个普理，即个夫理，因为我直接读台语的普理吼。伊嘛可能读风啦吼，夫容妾嘛的风吼。感觉有其他的，但是伊普容妾，所以变成我得去查即个普理爱，这就是迄个切音的，互人足心内规巴肚好。你变成你还可以去查迄个普理夫理吼音嘛，你才有法度切得出来吼。我搁去查即个夫吼，好，空气点，无切音即个。搁一字袂晓读，将这应该是将芳无切啦吼，就是即字读做芳嘛、芳嘛吼。啊，好啦，安尼直接安尼讲啦，你伫台语即字是读芳，即字是读坡吼。所以我拄则坡用切就是碰嘛吼。所以我拄则讲无讲毋对吼，就是讲伫国语内底。台语即个风哩读做风，吼丰盛的丰读做风。另外迄个声是毋是声啊？我搁查一下迄个空气字典吼，风声的声。好，风声的声，空气字典。声哩呢，长韵时正切读做声吼。时正切读做声啦，所以毋是声啦。我袂记伊迄个丰盛的，各位知影，或者是即马你有迄个输入法好啦，我测一下我的输入法啦，手机啦，输入法啦，就是迄个什么输入法啦。我足罕咧用的，这叫做什么输入法？这啥？拍台语啦吼，澎湃吼 ，PHONG。ONG 派 PHAI 好，来，伊用丰沛吼，丰沛吼，我即马想着啊，伊就是用丰沛吼，所以我即马用沛哩吼，沛哩，即沛哩读做派就是食袂讲介差介侪啦，所以应该是会当理解啦吼。但是咱还是吼实在去查一下空气字典吼。沛字呢，铺盖切，什么意思？铺就是坡嘛吼，盖就是爱嘛吼，所以铺盖切就是派嘛。所以丰沛吼，我即马读华语丰沛，台语就读做澎湃吼。所以这澎湃才是台语就是汉字丰沛这两字的原音，或者是你会当讲古早音，这是长韵嘛，我无黑白讲啊，长韵不古早音的读法就是澎湃吼，或者是你会当讲是台语伫个即个古早的读法，丰沛就读做澎湃。我讲迄个天才啦，我问下伊忽然间想讲，澎湃伫个华语内底迄种写法是毋是因为？北方语伫个即个丰沛即个两个音已经失落去啊，失落去澎湃，因为你即马知影北方语读做丰沛嘛，伊袂读做澎湃，所以因就只好搁另外做一个词叫做即马你看会到迄个澎湃吼，心什么内心澎湃有吼，但是伊原本的意思，原本的汉字应该就是丰沛无毋对啦吼。
所以伊无查毋对吼。今仔日互我做一个陈世明吼，其实我就无兴趣去查即种汉字吼，查即款吼。今仔日互我做一个陈世明吼，互各位理解讲，其实你会当安尼来查即寡字的音吼。OK， 宴写真澎湃吼，你会当汉字会当写丰沛吼。啊，当然你即嘛写丰沛，惯习华语的人看无啊，佮甲你讲，你是写啥吼？我咧写啥？我写就是台语嘛，我咧写啥？哦，你若无紧读，你就莫读啊，遮简单吼。你要去写澎湃、内心澎湃、领导的代志，你去写嘛。我袂讲你袂使吼。OK， 宴写真澎湃，青草，这是大理大书典伫个即个澎湃即个词所用的即个例句吼。倒办甲真澎湃吼。好，即只对揭示澎湃有啥物读？好，咱转来第一只，我看一下时间吼。我时间已经剩6分钟，我今仔即工能读袂了。好，尽量啦吼。中国国下传好真澎湃的即个早顿，但要来送即个特赛吼。所以呢，如果请几个国下，即个可能绕高字吼，几个国下含女士同齐来用餐，几个国下毋知啥物，可能是议员国下啦吼，含女士同齐来用餐，一直到溜溜啊过中昼，则捧杯道别吼，大家 say goodbye 啊吼，并且祝愿一旁风顺，气氛愉快。当伊国下即个伊毋知啥物人吼，当伊国下知影讲雨已经有小可歇，风也已经长说即个海上吹去吼，就张冠后，所以即个伊国下是即个特赛国下吼，知影讲风已经停啊，雨已经停，风也已经转向吼，就即个张冠国下以及伊的某，以及所有其他在场的朋友甲女士，真热诚来感谢因浓情盛意吼，因真即个真好意的即个款待吼，郑重道别，随着出去门外，又搁对上述迄寡士兵当中哦，伊这武装士兵徛伫遐，徛几步吼，徛伫咧对士兵当中行出即个城堡，伫遐伊即个特赛国下由长官国下含其他朋友甲所有的新仔人头家陪同行到栈桥遐，对遐做一只大的普洱船吼，普洱船是一种船的形式吼，无规则吼，你着贴个就对吼。伊去做一只大普洱船，要去换，做一只船要去换去做另外迄只 house， 咱知影伊要做迄只船叫做 house， 变做船叫 house 吼，要去换做停伫咧北线尾边仔迄只细只尔工船，到遐才要搁换做该船，放开船篷，奉上帝的名驶出去港外，陪同出航有即个末代台湾总督吼，即嘛搁毋是啦吼，即嘛是国的国下吼，魁一吼，陪同出航有魁一国下，咱以后可能我读做国的啦吼，直接读国的吼。陪同出航有国的国下含稽查官布鲁格国下以及上级商务员丹克斯甲丹曼斯，伫咧经过即个丹克斯和丹曼斯，若敢若即个王可六个吼，特别讲起即两个名拢连做伙吼。伫咧经过即个港岛的时阵，用步枪鸣枪数响，并且用大炮鸣炮13响哦，真慎重吼。咱知影讲荷兰人一直即个仪式感拢做甲足好诶，因逐项拢仪式一定要做甲好势吼。仪式感，这另你再来讲吼，仪式感吼，其实是一种对人来讲，你人性来讲吼，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物件吼。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吼。约落因为我剩几分钟，3分钟。约落伫下晡3点钟，趁着顺风真顺利来出港，去到北平交石区下面遐的快艇 house 号遐，伊就是要坐只船转去印尼，倒去江南吼。沿岸日头落去了后，吼，就要起定。上述迄寡陪同出港的先生含因即寡国下因要含因挥别吼，并且坐该领港船回航以后，这啥物意思？就是迄寡送的人会坐领港船转来吼。
啊，然后呢，即只船伫咧日头落山了后，落海了后，台湾是落海吼，就要起定，趁着温和的东北风，开始咱航往广南的旅程。愿慈悲的上帝，互即个旅程顺利前进，并且会当为着公司来效劳。好，后壁佫一段吼，剩，歹势手机互我落去，剩2分钟吼。来，我甲这一段读了。对所有伫顶面所写，现在会当清楚看到。顶头一直你讲的即个特赛国下。这是你头前写甲老老长时的头衔啊！要讲就是讲，即个顶头所写清楚看会到，伊讲几啊遍即个特赛国下吼，或者就是特赛国下，自从到遮以后的3个月期间，伫咧台湾日常拄着的问题是啥物吼？头前为虾米就用遮长讲啊？顶头所写会当清楚看到，即已经讲几啊摆的，就是经过即个3个月，拢咧讲即个特赛国下嘛，所以头前写甲。形容词写甲落落长吼，讲伫咧伊到遮的3个月期间，伫咧台湾日常所拄着问题是啥物，也会当看到吼。咱大家拢有读着嘛吼，即几个月来，咱逐工咧看因来过来过去。伊阁下为着公司所处理的几项有需要矫正工作吼，即我无解理解伊是啥物意思吼。矫正工作，矫正即个矫理，我看，因为我袂晓读即个矫理。咻，监理点，读做矫吼，矫风矫强。歹势，这毋是监理点，这是大理大词典吼，读做矫吼。有矫风矫强，矫风是矫正风气吼，矫风会，这可能日本时代啦吼，矫风会有用即种团体啦，矫风会。头先我读矫强毋对吼，应该读做矫强吼。第二声矫强，就是傲慢硬强吼，硬将。矫强的人吼，傲慢的人吼，即个华语个骡子脾气啦吼，拖袂叮当吼。矫强的人吼，矫强。矫风会吼，矫正风气的会啦吼。好，矫正。伊阁下为公司所处理的几项有需要矫正的工作，应该是这意思吼。有需要矫正的工作，又阁就算讲会当公正来确认，长官阁下是造成伊家己韩国的阁下甲几个牧师中间严重分裂的主要因素。伫遮即个写日记的人吼，咱毋知是啥物人写，后壁可能会签名，咱再看吼。即个写日记的人直接甲判罪啊吼，其实咱即样读遮久，咱嘛看会出来吼。因为咱就是透过伊所写来明白长官阁下嘛，咱就知影进前长官阁下伊所写的根本就拢足负面的吼。所以我读到我对伊足负面印象的吼，即个 Nicholas Verberg 吼，好。即个长官阁下是造成OK， 我今仔日，我是袂记我是今仔日伫倒看到，还是伫咧迄个被围殴的即个佛罗摩萨，有看到即个讲迄当阵吼，为即个高野就是末代即个长官，迄当阵直发出求的即个，就是发出发救命即个信号吼。即个印尼迄边送讲一定爱紧来，即种直情讲要来吼，直情讲来，甚至直情讲包围城的时阵，伊嘛毋知安怎，又送反正是拜托人紧来派救兵来就对。结果印尼迄边无要无紧，其中有提起到即个名 ，Verberg 就是即个长官阁下的名吼。当然，迄当阵伊已经毋是长官，迄当阵的长官是高野，但是咱知伊含高野吼，其实两个。有纠纷吼，两个其实互相足袂爽的吼，所以你看迄当阵吼，这绝对是私人关系嘛，你就是私人恩怨嘛，你要讨救兵，恁爸无给你派吼，含即个老母亲关系吼 ，OK。好，咱转来日志写啦吼，讲就算讲会当公正来确认即个
所有即个纠纷，根本拢是即个长官阁下叫做 Verbiage 家己造成吼，伊含其他几个人中间为虾米遮尔严重的即个纠纷，伊就是本身就家己的主要因素吼。不离个呢，上述的特赛，就是特赛伫遐的期间，无论伫个福罗摩萨议会或者是法务议会开会中，或者是其他场合，也是拢一直拢真信息来听伊的良好的意见甲建议吼。虽然讲伊一直闹，咱读过啊，咱拢知影吼，伊是安怎咧闹法的吼。而且对连即个特赛，本来是来做公亲的，完了变属主吼，是够可怜的即个特赛。但是咱来看会出来，即个特赛足好脾气吼。特赛阁下回避吼，袂当以法官的身份坐伫遐审理因的案件吼，伊就比以前表现更较豪气，更较谦虚吼。因为伊现在明白，讲即个特赛含即个个月中间的关系，并毋是像伊早所想的安尼认为讲，因爱因拢交因好，拢含我拢挑工来找我麻烦安尼吼。所以即马变成。对即个特赛就有较客气吼，有有较好。你看伊即个礼数拢有做了有够吼，因为对一开始伊显然就有即个想法，认为讲即个特赛就要来找伊麻烦吼，就是讲即个两个人偌久以后会含上述迄寡人来交结起来，做出特别对伊不利的怪事来吼，甚至是专门要来压制伊的吼。加在特赛阁下得到几啊友善的议员的支持，会当提前来摆脱吼，就是来甲即种互人感觉真厌恶的即种怨妒吼，会当来要怎讲脱开即种，避免即种互人真是人互人真心内真厌恶的即种怨妒吼。互伊应该做的工作会当顺利来进行，并且圆满来完成。不离个希望将来伊会当搁较随和通融，应该是讲希望即个长官啦吼，对一切的事务会当想啊搁较较全，学会晓搁较侪个亲爱和平的即个良好的格式吼，就是学会晓结好的格子啦吼，亲爱和平的良好的格子安尼吼，好。15号的日子，16号的日子写到遮吼，啊，特赛嘛伫今仔日离开啊吼。好，煞只后壁佫4天啦吼，咱明仔载再来读啦吼。今仔日我读了较慢吼，因为我足侪书想要学起来吼。另外是发现讲即个 verbiage 吼，即箍真正是，即个生鸡卵无吼。放过赛有，为虾米会当互伊来做当长官？实在是我真正想无啊！伊你看，自这3个月以来，咱对伊的个性吼，咱看伊处理代志的方式，伊的即个脾气，伊的即个情绪，伊的本身迄个 EQ 吼，有够歹的歹吼，而且讲话即个挂尖挂气的吼，要安怎讲？就是足酸足歹听的吼。好。咱今日读到遮，明仔载有兴趣再搁继续，后手搁剩4天，咱知影这4天可能袂见效啦吼。我平常去现啊，但是煞接落来就1654年啊，因1651年了就跳过，因为我毋知为虾米伊就跳遮侪天，跳遮侪年吼。可能各怀疑迄当阵即个作乱有哪有关系啦吼？各怀疑敢若是1652年吼。好 ，OK， 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我要来关房，我袂记得甲芭比扭起来，芭比，等小等下，我 invite to speak， 芭比歹势，袂记得甲你扭起来。要求最好。好咧吼，安尼，你今仔当时你我无注意着哈。啊，你有听了精彩无？我嘛毋知啥物精彩，自头到尾，我感觉今仔日规工1点钟，每1分钟拢足精彩。好，对啊。好 ，OK， 好，安尼到遮，咱明仔载再搁继续。好，感谢，我来关灯。多谢大家。